台南市政府推动这智慧单车的功能，民众会当利用手机 App、QR Code 加市电铃的方式来注文坐公车。市政府表示讲，大台南的公车升级，通好减少公车过站无停的情形。 即摆坐公车唔免哭哭金金上，或者是边仔的电铃，公车停的顶会随显示兼出声。系统卖传信号通知司机有人咧等车。大台南公车功能升级啊，因为常发生民众失神无握手，也是路况复杂，司机无斟酌看，地疏驶过站。即摆开放互民众提早注文要坐车，民众认为使用上更加安心，嘛免烦恼会无坐到公车。真方便啦！你即摆去回车就停互你。 这样你不是就好吗？是会有点怕说，司机他会不会不小心没看到我之类的？但是有了这个之后，就是可以更加提醒司机。要到站进前，伊才会显示，阮会注意，减速慢行。 大台南公车这项智慧单车功能是全国头一个研发，目前伫市区70号、嘉义市9号、甲嘉义市91号3条路114站开放使用。除了透过 App 甲 QR Code 做预订，嘛有轮椅上车的服务。交通局讲，民众一定爱伫公车站30公尺内，佮加上手机定位系统爱拍好开，才通顺利发送信号。咱手机内底大台南公车的 APP， 咱嘛会当直接来扫描咱每一个站牌，拢有 QR Code。第三种呢，咱伫19位的候车亭有一个实体的这个按钮。这三种方式，咱会当直接通知司机身边的这个车机啊。交通局指出，若民众反应袂歹，按算过一段外时间会推送去专区的公车路线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